耶稣，我们感谢你满满的恩典，让我们一起经历神的恩典，在每一个时期，只有你美好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感谢你透过在90年代这一群曾经是年少的青少年，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成年，在各行各业来服侍，也在我们教会的各个层面单位来服侍你的这一群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你继续带领他们的道路，也让我们教会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兴起神所差派、所呼召的领袖、门徒，继续来服侍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让我们更学习你的话，能够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能够活出主在我们身上的目标。我们这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年初参与了这个标杆人生的阅读以及分享，已经在这个礼拜接近尾声。如果你看周报这个周报就今天这个礼拜要读的就是第41章跟第42章。原先这一本标杆人生在2000年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全世界都畅销那最近重新出版的，去年出版它就增加了2章，这2章是针对特别是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所写的所以这个礼拜要读的这两章在10几年前读的时候是没有的。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结尾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整理了我们在第5个人生的目标，活出人生的标杆的时候，是讲传福音。那我们今天特别针对2、3个主题要来做一个复习，也算是我们这个标杆人生一个结尾了那我们希望在7月的时候，我们再做一次总结。那这个主题叫做普世心、福音情。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诗篇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跟暗示在诗篇，在旧约的时代，那个时候是整个世界的交通是非常的有阻隔的大家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但是那个时候的诗人，他们就透过神的启示，已经在那边宣告了一个普世的观念。那刚刚我们读了经文他这样祷告说：上帝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求你以仁慈待我们。他说怎么样？求你使全世界知道你的旨意，万国知道你的救恩。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中东那个时代，他们知道的世界大概就是地中海的沿岸，但是没想到那个时代诗人就预告了整个全世界都要蒙神的救恩，这样的普世的观念所以呢，这样祷告说：上帝愿人人颂赞你，愿万民都称颂你，愿万国欣喜欢呼，因为你以公义审判万民，你带领世上各国。换句话说，诗人用一个普世的角度，比起我们现在，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熟悉度，那个时代的眼光真的让我们叹为观止所以呢，耶稣在离开世界前对门徒这样的宣告，也是一个普世的观念。马可福音16章这样记载说，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福音。是全人类不分大小，不分种族，也不分地区，就是一个整体的全人类的概念。耶稣而且还给他们一个权柄，他说：信有受洗、接受洗礼的必然得救，不信的要被定罪。而且还给他们一个属灵的能力，他说：信的人有行这些神迹的能力，他们会奉我的名赶鬼，说新的灵语，用手拿蛇，喝了有毒的东西也不受伤害，按手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这些就透过使徒行传，透过历代的宣教师，他们在各地继续看见神的一个神迹在他们身上显示。那这些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福音的能力。福音是带有权柄的，福音是带有能力的，福音是带有那些传福音的人，神特别给他这个权柄。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过了所以我们一起读了这个标杆人生到这个礼拜已经进到尾声，因为6月底了。
那这个标杆人生呢，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分享说，这个不是一个随便心血来潮想的事，而是一个有计划、有一个逻辑的，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进到第5个目的，就是宣教人生。那我们在楼下都有这样的标语在跟我们分享哈。那我们今天呢，要透过这样的总结来了解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样传承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哈。第一个，我们是要做一个有普世心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普世观，不是一个说现在一个乡村或是一个小小的地区一个国家，而是有一个普世心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耶稣所做的宣告，它也是一个蓝图。这个蓝图是怎么样呢？宣教的范围是从最近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社区城市，进到犹太全地，就是一个国家，再来到撒玛利亚，就是附近的国家，就近文化的地区。比如说，我们是亚洲的文化，我们是汉文化，那再来就是到地极普天下，万民就是异文化的族群。那历代的基督徒就是借由这样的耶稣的大使命的宣告，就从近到远一直传福音。那不是说一定是从近就开始，有的因为是去远了才知道从近有什么方法。换句话说，这个没有一个次序性的，有的是从远到的，然后从近的2个同时开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读了这个标杆人生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你是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不是说现在某一个范围里面，因为基督徒普世的教会，全世界说不同语言的基督徒，他们都共同承认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普世的教会。所以呢，世界级基督徒的意义是有这几个改变，一个观念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从自我中心的思想转变为以别人为中心的思想，就是说不只是顾自己了哈，我自己好就好了不是我自己美好就好，我们要顾及到别人。那这个观念，特别是我们进到一个现代的世界观，你就会更想到说，这样的观念才是正确的观念，这个才是健康的观念。而且不只是自我到别人，而且我们要从怎么样有区域性的转变为全球性的想法。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地球的改变，已经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我们知道，在2005年，有位出名的作家叫汤马斯·弗里曼这个弗里曼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地球是平的》。他当时因为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记者，他到处去观察，他收集了很多的数据，知道这个世界不再是被国家的界限所阻隔了，你没有办法去阻挡说你这一国我这一国，是整个变成世界是平的观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一个全球化的概念，在经济、在政治、在军事、在宗教、在卫生、在观光，整个都已经打破了。现在只是有一些我们说统治者，他还在自我封闭，说你这一国跟我这一国，其实现在这界限都被模糊掉。特别你都知道，网络时代谁能够阻挡呢？也许现在勉强在北韩或是中国你的脸书会被砍掉你的那个网络会被截除掉了。但是现在全世界，我们还看到说，一些偏乡，一些在非洲最偏僻的村落，借由 WiFi， 借由网络，他们能够跟我们吸收到同样的资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很大的一个网络的这个企业，比如说像 Facebook 啦，或是微软啦，或是这些大的财团，他们都想说要打卫星到太空，然后一个免费的 WiFi， 让最偏远的乡村、最丛林的地方也能够同样享受到网络，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已经是真的是平的。那这个
汤马斯·弗里曼他的讲解呢，其实到现在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啦，因为这位作家他提出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又看到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改变，借由网络，借由 AI， 借由这样种种的变化，我们就知道你即使想阻挡就阻挡不了。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更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事情。最近我们台湾在防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非洲猪瘟。非洲猪瘟它不会看你是台湾就不来了，因为它没有国界的概念，所以从中国的非洲猪瘟开始蔓延，现在到北韩，现在到越南我们包括香港，他们的那个旅客来到台湾，我们都要详细的检查，因为就怕一点点的非洲猪瘟的那个病毒进来，我们台湾的养猪产业就破功了，破产了。所以现在在机场那些那个防疫的狗很累，因为太忙了所以很多狗都要躺在那边让它休息一下，还要打点滴耶。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怕病毒一进来，台湾的猪肉就不能吃了，都被销毁了。那没想到我们还好不容易，现在都还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又一个新的来了。新的什么来了？秋行菌虫又来了。这次真的清楚了。他也不管你说台湾跟中国是隔了一个海峡，他听说那个季节风一吹就吹到台湾来，现在已经变成虫了。政府已经知道说，防疫单位知道说，大概没办法根除了，只能尽速把它销毁到最低的限度。你看，我们人类自己设限的地球村，但是整个防疫的概念、卫生的概念整个经济的概念根本就没办法被防止了。所以这个弗雷曼他写的这本书，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观念，在提醒我们那所以我们传福音，你也不能限制在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境界。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台湾的这个宣教的机构非常的多。最近呢，我们有一位教会的龚医师呢，他又参与了到孟加拉的一个医疗传道的工作，因为他跟瑞玲姐夫妻呢，已经很长期的参与了台湾的一个宣道队，到偏远的国家，去那边那个医疗落后的地方，借由他们龚医师他是牙医他可以帮忙很多在偏乡很少有医生能够医治的一个地方，他们就去那边服侍，为了要将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已经在最近这20-30年来，这个传福音的概念真的有世界观了好，那这个是有人呢用那个地球是平的这种概念呢，把它做的图了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我们不要设限在台湾这个地方。所以到普世传福音不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困难的想法。早期初代的时候，他们传福音这里要经历很多的困难，现在飞机一飞就到了，现在交通一下子就能够解决了。感谢主，每年暑假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短宣队都络绎于途，开往第三世界国家。我们教会瑞平弟兄他刚刚从神学院毕业，他说7月份呢，他们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宣道队要去韩国他平常是韩国人我们这边宣教，现在换我们到韩国去，也帮他们做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我真的很鼓励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呢，你能够借由宣教的这个概念，我们很多年轻人参与的这个到外地传福音的短宣队，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种族，这个世界的地理，这个世界的整个概念，会让你更加的一个宽广跟认识。那我们期待我们教会也能够有很多的人参与在教会宣教的工作，有这个世界的观那所以呢，我们这个世人呢，他可以拒绝我们的爱或爱的信息，但是他们却阻挡不了我们的祷告。所以说，有时候传福音是有困难的，他们不一定会接受但是因为你的祷告，他会被改变。
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说意大利的西西里教会，他们开始做下了决心说，他们要用祷告和讲道对抗黑手党。你知道黑手党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黑帮，对不对？因为借由那个以前在几十年前的一个电影啊，老一辈的人都有看过，叫《教父》。哇，那个电影有连续3集啊！哇，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著名的经典的电影，他在报道那个黑手党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地方啊，他们的一个故事啊。他们这个黑手党已经在这个世界出现已经150年了。哇，那个盘根错节哈，这个是西西里的图片哈。他说他们黑手党给很多方面给意大利人民带来很大的痛苦跟压力，也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发展的负面的影响。其实有时候黑手党变成意大利一个不好的记号，对不对？因为黑手党他们很残忍啊，经营这些赌博啦、色情啦，还有贩毒啦这些勾当，那势力非常的庞大。但是西西里的教会他们就这样想，他说我们并不这样就放弃，因为用人的力量没办法去改变他们，特别这些黑手党的黑帮的势力呢，跟那个政府单位大家都打成一片了，根本黑白不分了，你怎么样去消灭他所以呢，他们就说他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相信圣灵会亲自动工。我用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绝对没有你想象说一下子水到渠成了，但是所有的势力都无法抵抗圣灵的工作。一旦你的祷告、你的守望、你的提名祷告，圣灵就在他们身上产生改变。所以我们这个对世界传福音这个信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再来，我们要改变从此时此地的想法，转变为永恒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也许我们这个时候传福音，他并不一定接受，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带走任何东西的。一旦这个世界结束了，你所有的东西就要留下来。但是圣经说，你可以借着投资在往那里去，就是天国的人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在永生的时候要得到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存取了。所以预先寄过去，就是你可以得到这个属灵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收获跟成长。第4个就是我们要从想出各种借口没有办法做、没有办法传福音，转变为想出各种有创意的方法来完成使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平常我们有觉得说我不会讲信息啦，我不会讲见证啦我现在没空啦我跟谁的关系很不好，他不可能接受我传福音啦。很多理由的时候，当你心思改变的时候，你会改变出很多的创意出来。其实我们在去年开始推动幸福小组，就是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不放弃，就被神所感动了，说用这种方法可以让一个人能够在接受热情跟爱的交流当中，他的心慢慢能够接受福音。所以我们在下半年大概8月开始，我们就开始筹组新的一期的幸福小组。那用各种创意、各种聚会的方式，让很多人愿意来到教会里面。所以记得，大使命就是你的使命。所以我们在思想上要做世界级有普世心的基督徒。换句话说，我传福音，可能我从我周边开始，但是我可以到远地去将福音传给别人。在早期苏格兰那个时代，在100多年前，那个时候要传福音呢，那一些宣教师，比如说我们南部的马雅各、巴克里、李修，还有甘维尼牧师，他们要从英国出发，要坐好几个月的轮船，在印度停一下，然后在香港再停一下，然后再到厦门，
然后再搭小船来到我们台湾这个地方。那时候曾经有一个当马雅各医师他要来这边先做医疗宣教的时候，他因为他是长老，他不能洗礼，他就写信给英国的母会说：你们能不能派一个牧师派一个牧师来到台湾来，然后他得救了就要受洗嘛，要领圣餐嘛，有牧师来主持。那时候就有一位牧师就受派来了，但是这个牧师呢，在船经过南海，要到香港，要到厦门停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因为起了大风了，又起了大浪，这位牧师呢就在船上被大浪卷到海底了。这位牧师到最后就沉落海底，没有得救，没有获救。所以第一位来台湾的牧师不是李修牧师，正式是李修没错，但其实前面有位牧师，因为他来好不容易从英国来到台湾，要快来到台湾了，竟然在这个整个南海在风浪当中就被卷到海里了。所以后来才在派李修牧师Hugh Rich 这位李修木子李，修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修，这位李修牧师才到台湾来。你看当时要传福音这么的困难，但是这些前辈还是无怨无悔的前仆后继的来到我们当中。何况我们现在传福音是何等的方便，我们的龚医师呢，他们搭了飞机现在已经到孟加拉，因为他们要到那边做医疗传道。那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呢？是从你本身开始，你要开始预备怎么样将自己预备你的信息传给别人。这是我们第二步要分享你的人生信息。因为神给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都有你人生的信息要跟人家分享，那你要有一个预备那有一个准备因为你的见证就是开始跟主建立关系的经过。你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这个都是最棒的故事，是没有人帮你替代的故事，你要分享给别人听。所以我们不是最近我们有请很多人来见证吗？还有请我们在我们的那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当中，邀请大家每个人写一篇你的得救的见证，是为了让你的见证成为你本身拥有的那分享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你的人生信息包括你的见证，是分享生命的故事，因为你的生命的故事能够让人跟人建立一个关系的桥梁，让耶稣的心借由你找到他人的心。所以当我们讲到自己的软弱，当我们自己失败重新得救的时候，这个故事最容易打动人，因为你是坦诚的敞开了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说邀请大家一起来写见证一起来做见证，那领受最美的祝福。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聚会都会请一位姐妹一位弟兄来讲他生命的故事，通常那一段是最精彩的部分。我期待我们今年呢，我们更多的人加入这一个生命见证的行列。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把自己的故事美好的故事分享给别人，因为你越分享，你的信心会更坚定，你会更体会神的祝福所以你的人生功课是什么呢？是上帝所教你最重要的功课。因为你的人生信息包括你的经验中学习的这些学习的还包括从别人当中学习的。换句话说，有的人从自己的失败或是曾经道路很坎坷，然后得到了经验，这经验是要花出代价，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别人的经验成为你的经验，那是最福气的，就是你从别人的经验当中学习。为什么我们要读书？我们要请老师教我们，就是把前人的经验分享给你，你就不用再走冤枉的路了。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实我们谈整个世界的科学的演进，为什么到现在那些10倍数的成长，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其实是前辈建立了很多的基础。那些科学家他
他们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平台，让现代的年轻人可以站在他们的研究的基础上在科学方面更加的进步。台湾在全世界的整个科技发展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看，这从战后到现在，那么多少的科学家在这边建立了这么好的基础。那我们台湾现在的实力，就是人的才能够让我们台湾在世界立足。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从我们当中学习更多的智慧，让我们的下一代更成长。那你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别人，就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再来就是你要有一个神圣的热情，因为你心中最关注的上帝家里的事情是什么事呢？比如说你做音乐的服事，你做小组的服事，你做这个，等一下我们要做那个爱餐，也是一个服事。将你的热情分享给别人的时候，是最容易感动别人的。所以，上帝给每一个人不同的热情，让我们去完成要完成的事情。我们教会就成为一个群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典，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然后连接起来。当大家都把恩赐献上的时候，事情就会改变了。你知道吗？我听了谢牧师还有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们教会呢，很多弟兄姐妹来到富强之后，他会愿意留下来，或是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大的家庭，是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充满了热情，也充满了笑容。就像牧师在之前曾经提过的，我们教会希望能成为一个口甜、脸甜、心甜的教会。那不是一个表面的，是一个真的发自热情欢迎新朋友的一个热情。因为我们教会在4楼做礼拜，所以我们都要通过电梯，我们要通过那个楼梯大家在互相见面的时候，那种热络会让人家感染到，我们富强教会是一个有感情的、有温度的教会。我相信你曾经在很多的办公大楼或是到医院去探访的时候，一进电梯大家都不熟悉脸都有一点僵僵的，因为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在那种环境里面，觉得好像跟人家距离很近，但是关系很远。那我们教会呢，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散发你的热情，让来到这边的人感觉你是欢迎他的，你是对他有热情的。感谢主，我们希望在每一个地方都呈现是这样神给我们的恩典。那好消息是你要传给别人的，这个得救的消息。所以请记得，你的人生讯息就是包括你的生命的信息，你的宣教的工厂就是在你的四周。所以当你有这个好的生命讯息的时候，在你周边的弟兄姐妹就能领受到你所得到的恩典。感谢主，我们期待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祝福，有这样的恩典。第三个，我们是要一起来学习，就是一个平衡的生命。这是到我们在读这个标杆人生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在回顾，我们从这本书里面领受到5种标杆人生，5个向度。但是这5个向度不是说我只注重这一方面，其他的我不注意，它是一个平衡的，每一样都均能发展的。因为我们也听到说，生活平衡的人就是有福气，就像我们的营养我们的健康，好像各方面都有领受，这样我们身体才会健康。你在运动也好，你的营养也好，每一方面都是这样包括你的兴趣都包括在内。所以呢，我们要记住说，为什么这5个目标都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呈现呢？因为我们就是看到主耶稣最著名的2个宣告，一个是大诫命，就是我们的新的诫命，再来是大使命。我们希望能够因为委身在这2个方面，我们就成为一个伟大的基督徒。那换句话说，标杆人生这5个向度，不是我们人的想法自己想出来的，自己发明的，而是按照主的大诫命跟大使命去斟酌、去思考才得到的。所以呢，我们在最后要看到一下标杆人生这个5个人生导向跟大诫命跟大使命的关系，你就发现说，这个不是牧师
想到教给你的，不是从这本书介绍给你，而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好，我们看到大诫命原来的经文了哈，马太福音这边，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而且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大诫命的内容，对不对？好，大诫命内容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印证到我们这5个标杆人生当中的2种。第一个，37节说啊，这个是台语的，对不起，他没有改变过来哈，那我们就刚刚我们这个意思差不多，说到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什么呢？就是敬拜人生，敬拜人生。尽心爱主就是敬拜，所以这个第一个标杆人生的向度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然后第二个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实也相仿，就是什么？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我们第二种叫做侍奉的人生。爱人如己就是服侍人啊，照顾别人啊，关心别人啊，欢迎别人啊，那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服侍人生。他说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换句话说，主耶稣的大诫命就是包含了我们5个人生向度其中的2种，一个是敬拜人生，一个是服侍人生。那再加上主耶稣的大使命，有另外3个我们再看一下大使命经文，我们也熟，我们用和合本比较习惯，因为比较熟悉了哈。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段经文，这段大使命，跟我们的人这个标杆人生5个向度，其中的3个是关联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宣教人生。奉父子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团契人生。因为施洗就成为教会的基督徒嘛，对不对？就教会的门徒嘛，我们一起聚集在里面，那就是我们在团契，我们在小组里面一起享受恩典。然后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怎么样呢？都教训他们遵守。那就是成长的人生，成长的人生。然后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整理一下这5种标杆人生，就是主耶稣在大诫命跟大使命所揭示给我们的，所宣告给我们的。那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做，那就是最合乎主耶稣要求的。那只是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用这5个人生来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给各位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那其实重点不是说知道而是因为有这样的架构，你可以自己审核一下，说我到底这5种人生，我有哪一个地方做得够，我的做得不够，或是我疏忽掉了，我去有没有不能理解的？所以呢，这5种就是从这2段经文里面所出来的好，那这个不只是个人呢，其实也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从这一个5种标杆人生当中，我们可以看教会的5大功能，也是呈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由大使命跟大诫命来看教会5大功能，这2段经文第一个，尽心爱主，就是敬拜；第二个，爱人如己，就是侍奉；第3个，使人做门徒，就是宣教；第4个，为他们施洗，就是团契。在一个团契里面，因为受洗成为新的生命了，新的一个基督徒了。那第5个是什么？教训他们遵守，就是教育。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希望能够朝这5个方向，而且还放在我们楼下的大柱子上面。那我们不能挂好看的我们真的要好好努力，让这5种都完全呈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有这5项的一个成长，我相信他一个平衡的基督徒，是一个
让人家看到各方面都完整的基督徒。那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希望能够朝这5个方向，能够每一方面都成长，教会都看到每一个人在这面做美好的服事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达到呢？最后是我们要用4个属灵的好习惯，就是说我要改变我的习惯，我才能够达到就对了哈。那这4种呢是哪4种？第一个，鼓励大家一定要加入小组，跟你的属灵伙伴。我知道在参加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当中，我看见小组在讨论，感觉很感动。我们有小组长呢，特别召集了他们的组员，他们在每一天挑一个时间，大家透过现在很方便的 LINE 的群组，大家一起做一个群组的祷告，因为这样可以连结。那以前牧师那个时代呢，没有这么好的一个那个网络的群体呢，我们就会鼓励说，大家约好了晚上10点的时候，大家把自己身边的工作、家庭的事情先停下来，一起同心祷告10分钟。那有的弟兄姐妹以前用电话一起打过去，然后2个一起约好，大家一起祷告。所以这个属灵的伙伴一起来切磋讨论，就会让我们达到这5个方向、5个向度的一个成长。第二个，常常体检自己的属灵的一个灵命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注重身体检查，对不对？有些公司呢，他聘员工哦，他不只是要给他做口试，而且要叫他去把身体检查的资料给他审核，他才要不要接受这个人。那更何况我们属灵的生命，那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检查有很多种方式的啊，比如说你有没有按时候来灵修、祷告、读经？你有没有参加聚会？记得我们在这一次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当中有一个自我审查表，哇，要请他们学员自己打勾哦。好，你有没有每天读经要打勾？你有参加聚会打勾？你有做什么打勾啊？而且呢，还包括他有去参加小组或去参加团契啊，所有的分数都打到了，要几分才觉得一个正常的标准？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自我检验。当然，最好的检验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你的属灵的朋友，因为他会提醒你，他会告诉你什么地方有缺乏。第三个，鼓励大家写灵修日记。也许你有阅读圣经或是灵修的时候，你在圣经的边边写下你的记录，或是一本手册灵修日记。我们教会之前有推广一本这个属灵的手册，那每一天有一篇你自己写下你的记录，你什么祷告，你有什么感恩的事情，你向神祷告要得到应许，有什么时候得到应许的记录。所以呢，我们期待我们有责任来保存这个记录，向后人做见证。那向旁边的人见证说，上帝怎么样帮助你活出导向的人生。我们台湾呢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宣教师，就是在北部宣教的马偕医师啊。这个马偕牧师呢，他留了好多他的日记，因为他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几乎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现在很多学者呢都在研究他日记，因为他的日记不只是写他身边的琐事哦，而且他记录说当初他跟原住民接触的经验。他那个时候有一些台湾当时的风土民情、社会习俗，他都把它记录到里面去。所以现在北部的教会他们出版了2大本哦，马偕的日记，把它翻译成中文。里面曾经写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马偕，他当时从北部走路来到当时的那个苗栗的地区了。那时候苗栗地区还有很多原住民住在那边，他差一点就被原住民砍头了，他把它记录起来，而且还有怎么样呢？他记录他曾经在苗栗附近找一间旅馆，这旅馆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旅馆，他说就一间破的房子，里面有养猪养鸭很多跳蚤，那就睡在那个上面，下面都是那些家禽家畜。
然后在那边被虫咬的叮得很难过，好不容易度了一夜这样子，这些故事都写在他的日记里面。好了，他一些宣教的日记，现在成为我们现在很多历史学者研究当时的常民的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而且他到跟原住民接触的经验都写在那个日记里面。感谢主，当你的日记写下来的时候，你的快乐、你的痛苦、你的哀哭、你的很多很多心里面的心路历程，都会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第三个这个属灵的那个记忆，就是用灵程的记忆灵修的日志，然后再来就是把你所学的传给别人。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以前的青少年的戚友，他们有的都到外地去了哈，当时呢有40-50个年轻人，我现在有的到外地，有到国外，他们羡慕是邀的这一群还留在我们富强教会的青年，再重新聚集了。那目的不是说他们要组织一个新团体，而是让他们觉得说，当初你们所学到的，你们所传承到的，你们要记住起初的爱心，要把它再传承给下一代，要传承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好的一个典范，有人是服事的典范，有的是在音乐上有美好的恩赐。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才，怎么样传给下一代，传给其他的人。最后我们目的是为了让上帝得荣耀，而不是让自己，而是让上帝的恩典透过我们所做的、所学的，给更多人来分享、来得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了《标杆人生》，不是因为我自己高兴说我这本书终于读完了。我期待你能够读完这本书，你有什么样的感想？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你可以写出一篇你的见证，或是你的感受，然后希望能够留给教会，让大家知道说，你读了这本《标杆人生》，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跟有什么样的影响？愿上帝借着这本书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富强教会的一份子，大家都活出一个标杆的人生。这5种人生都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得到最美好的成长。